弟兄姊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伫一个网络顶面来敬拜上帝。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捌讲过一句真出名的话，伊咧讲咱毋通浪费一场真好的危机。伫即个 COVID-19 疫情下面，咱看到台湾的确提升咱的国际地位，改变咱甲侪国家的一个国际关系。这是一个利用危机真好的一个例。若是安尼，咱嘛共同要来思考，咱要安怎伫即个危机中间，咱毋通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咱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传扬福音。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你赏赐互阮人有危机，当阮透过着危机中间，阮更加要自信看见着圣经顶面对阮的教示，也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提醒阮、帮助阮行伫人生正确要紧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特别要用马太福音书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来写了马太福音书的中心的目标，就是要甲咱的所有的读者讲，伊咧讲上帝救赎并无特定的对象，乃是所有的民族。所以咱会当看见着以色列伊被竞选，就是为着所有民族拢要受救赎的这个目的。并毋是要家己独独来享受着上帝的拯救，是要透过着因祝福互万民。拯救的福音，那对于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来看，讲这个拯救福音是对上帝的代表人，就是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早前透过着先知所预言，要来迄位救赎者、拯救者。了后呢？有看见着马太福音书内面写起着有侪这个使徒，军队着耶稣人民人的需要，互人会当来脱离着黑暗。使徒因传扬福音的对象是对以色列未实的洋群来开始，定军伫本土，最后呢是往普天下去。伫这个过程中间，无论受到什么款的一个迫害，拢相信。上帝要甲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在，使徒甲选民要传扬福音，祝福万民的一个使命，伫咱这个世代的这个责任，就是什么所在呢？就是伫咱这个所信的人甲教会顶面。若是安尼，今仔日咱特别看见着马太福音书第10章所咧记载，耶稣基督对12个使徒、12个学生对因的一个教示。咱会当搁一遍来提醒咱应该有的一个使命甲态度，嘛想要借着第10章上倒尾咱今仔日所看这段经文，要邀请大家搁一遍咱来关心着文字事工的一个欠缺。首先咱来看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耶稣基督伊差遣这学生出去的时阵，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延续伊对遐个困苦无帮助的人。对因的一个牧养甲关怀，所以呢，伊互学生有权柄、有能力，会当去完成侪的工作。伫遮咱会当看到这个工作会当分做3个部分，咱来看。这3个部分的工作呢，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来宣讲讲天国要实现啦。咱会当看第10章第7节，伫遐写，行一时就传讲天国近啦。天国近啦，天国要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主权要实在实现伫人类的中间。为着要表明这个上帝主权这个意义，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伫伊这个马太福音书中间拢总用了51遍这个天国，意思就是咧讲上帝主权的一个意义。这个51遍的天国，这个字眼。就是互咱搁一遍清楚了解到
上帝的主权，上帝甲人同在，是互咱会当透过着经验上帝，咱要来改变家己，咱嘛改变着世界。所以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工作是透过着咧讲天国囡仔，要互人看见着愿望。耶稣基督对于学生的第二个工作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是爱透过实践的行动，互人会当得到医治清气。这款医治清气，就是讲天国是要互人活出着尊严、快乐生活。伫第10章第8节有写，讲医好有病，互死的去活，互太过的清气赶鬼。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是第三个部分，因的工作的内容是啥？是爱对人祝福，爱甲因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伫第10章第12节则写，入迄个厝，就甲伊讲，就甲伊请安。这个愿恁平安，就是一款的一个安息。所以咱当看见就讲，咱的使命是当咱白白得到祝福甲稳定的时阵，嘛要白白互人。互人会当甲上帝同在，这个身心灵拢充满着喜乐甲安慰。总是咱知影讲，这个传扬福音的一个工作，嘛一定会拄到侪一个困难甲挑战。所以伫第10章，耶稣基督伊嘛对这12学生伫出发进前，甲因做一个心理建设。那准讲是用咱即马一个话语来看吼，就是爱叫因先爱注疫苗，爱注预防针。因为有侪代志会发生，爱对因心理建设。这个心理的一个建设中间，包括倒几项呢？第一个部分是讲，毋通过度在意家己所欠缺需要的。咱会当看起伫第10章第9节，咧写着讲，恁的腰肚内拢毋通有金银铜。第10节咧讲，奴隶也无得有大连，无得2领衫，无得鞋，无得拐仔。这就互咱想起着讲，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咧写，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这是互咱看见着讲，毋通过度在意家己的需要。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对因的心理建设是讲，要有拄到侪一个困难甲迫害。所以伫16节的所在，咱看见，打我找恁，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所以恁的知识亲像蛇，顺良亲像钱仔。17节嘛安尼写，讲总是着侍奉人，因为因要将恁交互公会，也要伫因的会堂鞭拍恁。咱会当对伫咱台湾宣教的历史中间嘛，找到这款的一个例。今年是拄好有一个宣教师，就是甘伟林牧师，伊过身100年。甘伟林牧师伫1871年的时阵，伊受到英国长老教会差派来到台湾宣教。伊伫台湾拢总住了46年久，对文字事工、对蒙朋友的一个关心逐项的一个著作，一直到伊设立教会，会通讲对台湾人民甲这个宣教的工作贡献非常大。但是伫这个贡献非常大的中间呢，咱会当看见着讲。伊捌伫白水溪差一点互人刣死，到伫屏东牡丹社的所在，嘛伫即个文献中间有写着讲有枪子对伊的耳孔边安尼飞过，总是伊将伊一个性命完全付出投入伫即个台湾社会。虽然拄着真大一个危险苦难，但是为着要互台湾的人民会当熟悉耶稣，伊感觉伊的性命。传福音服侍是遐尔啊甘甜。第三个部分，咱嘛看着讲一个心理建设中间，爱注意到爱诚实价值观改变所带来一个冲突。10章35节、36节，伊咧写着，写讲，因为我来是互人甲伊的老爸绝情，查某囝甲伊的老母，新妇甲伊的大家也要安尼。个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家内的人。对100多年前，台湾第一代的信徒开始，一直到今仔日，咱会当看到侪这初信的基督徒，因为着要信耶稣，追求这款的一个信仰，因参家庭关系破裂的这个例，咱会当讲是常常拢咧看见。
这嘛，互咱搁一遍感受着讲，咱要承受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所带来的一个冲突。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的中间，有耶稣基督对使徒的一个期待，对使徒学生的提醒，总是呢，伫遮嘛，互咱看见着有一份永远话的一个应允。这个永远话的应允呢，记载伫倒位呢？第一个部分，互咱看见，这个永远话应允，就是咧讲人的一个宝贝，一个价值。10章29节到第31节啊，伊咧写着讲，这个2只赤鸟啊，敢毋是卖一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就拢卖加落地，就恁的头毛也拢算过算，所以恁无得惊，恁比侪赤鸟啊较贵气。感谢主，咱会当讲伫主耶稣基督心中是迄款无价之宝啊，毋是用咱有偌侪一个身家财产来计算。这是互咱看见应允的第一个部分。应允的第二个部分是咱看见着讲，主耶稣基督要认捌咱，主耶稣基督认捌咱。对10章32节底就写着，所以见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第三个部分嘛，互咱看见着讲，咱要共同来享受这个美好的一个赏。什么是共同来享受美好的赏？啊，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段圣经节，是对第40节一直到42节。第40节到第42节，这段话呢，互耶稣的学生因搁一遍确认，因是使徒的身份。这款的一个确认，其实嘛会当互咱今仔日的咱，搁一遍确认着讲，万民皆祭司的这个观念下面，咱有参主同工的一个权柄，并且呢，伫这款的一个过程中间，啊，检在呢是迄款上淡薄的一个付出，咱有缘共款，要共同来享受对天而来的这个赏。弟兄姊妹，啊，咱透过着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的描写，提醒着咱每一日，咱的性命爱认清楚，传扬福音的一个使命。虽然伫充满挑战的危机中间，咱嘛会当透过着彼此接待中，做伙来享受对上主遐来的一个赏。打文字工作也是福音传扬中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嘛同款传扬福音，阮的文字工作嘛常常拄着困难甲挑战。承受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产生的无谅解，但是呢，搁一遍我要真感谢主，因为有咱大家，咱三结伴三同行，咱来彼此补咱的一个不足甲欠缺。所以伫最后，我要用这个接待分享奖赏安尼一个主题来恳请大家伫公报社这个时阵。当面临着困难的处境中间，用金钱、用大刀为着阮来鼓励向前。接待是啥物呢？接待若是伫10章40节到第42节所咧写这个接待，伊是咧表明讲毋简单，是咧接纳因所讲的这个信息，更加是款待甲成群的一个交代。当教会公报社坚持白白得到祝福，也要白白互人的一个理念啊！阮伫遮福音刊物这做咱当看。对教会公报啊，这是新眼光读经、少年新眼光的读经啊，更新的周刊，以及这个甜蜜亲子报啊，还有咱即马透过着网络的一个时间，这个呢。拢是白白得到的恩典，也要白白甲兄弟姊妹做伙来享受。伫这福音刊物，阮完全无收费，因为就是要互感受着讲上帝的同在，咱的身心灵拢充满着喜乐甲安慰的同时呢，请大家嘛接待阮，使用阮的福音信息听落去，嘛对恁的课题啊提出来，安尼对阮就是上好的一个接待。佮再来呢，伫这个10章40节到42节的中间，来讲起着这个分享，
阮真期待有迄种一杯冷水的一个分享。伫几多年前，我到伫英国威尔斯迄个所在，威尔斯有一间教会，伊无大间，人真少，总是呢，伫遐的牧师，拢会来教导因的信徒，爱对全世界关心，所以因常常会关心真侪无共款的一个机构。但是这间人真少、无大间的一个威尔斯的教会，因每一遍可能是每一个人奉献差不多是一个下午茶，就是一杯咖啡掺一块鸡卵糕，遐尼侪钱一个奉献。有一遍因拢总奉献150英镑的钱来捐予非洲一个机构。总是伫无偌久了后，这个非洲的这个机构，因写一张批来感谢因，讲多谢恁，多谢恁的这个150块的一个英镑，互阮这个机构内面所咧照顾的小朋友，会当饱足3个月。真感谢主，伫英国一人捐只不过是一杯咖啡掺一块鸡卵糕的一个钱出来，总是这款一杯凉水，竟然有法度互非洲的这个机构因的小朋友3个月得到食饱。所以我嘛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只要咱有这款一杯冷水、一杯凉水，迄款的一个心情来对待阮相信的确阮的有缘会当行了更加来稳定阮的一个脚步。第三个部分，咱看见到伫这段圣经节内面，上尾所咧讲起的迄款的一个奖赏，就是迄款的一个赏。当阮用文字写伫这个纸，也是刻伫网络，甚至将伊变做是一个影像的一个方式，来线接使徒传扬福音的一个工作。阮也受起着使徒因的工作，就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里面遐身心灵拢送向的人，身心灵拢送向的人，因得到饱足。我要用最后这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就是咧讲灵敏送向的人就是照乎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灵敏才会送向的人，我嘛相信，当阮用文字咧好款待这个送向的人的时阵，嘛恳求咱教会的兄弟姊妹，恁嘛用金钱来灵敏阮这个机构，是伫送向的中间。灵敏送向的，就是照乎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愿主继续带领咱的教会来向前迈进。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阮要承接使徒传扬福音的精神。无论阮是伫教会，阮是用文字的事工，阮是对逐所在人出于关心的态度，阮相信你拢要甲阮三甲伫地，愿你赐福，引带带领阮向前来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